呢條視頻咧，所以分享嘅咧就係社交媒體，佢係一個推廣嘅工具，呢個大家都清楚噶啦。咁咧喺產品方面咧 ，Facebook、IG 呢啲咧依然係主流。對於海外或者中國境外嘅市場，中國內需市場咧一定係抖音同埋小紅書呢兩間公司噶啦。咁所有嘅呢啲社交賬號咧，全部都係以同質性同埋社交為主題，內容越多越容易配對。咁呢個咧就係 social media， 亦都係作為一個個人 media 嘅推廣工具。咁當中咧，佢哋有好多嘅 rules 嘅。咁譬如就以微信嘅賬號為例，當一個工具或者當一個內容開始嘅時候咧，流量係唔會多，因為未曾運算得到佢嘅特色所在。譬如以呢個賬號為例，佢特色係講香港大自然、講行山、講湊仔去行山嘅內容。當去到幾百條片都係圍繞呢個時候咧，突然之間有一日去到 critical mass， 就由幾十個一下跳到過千個，甚或咧去一啲好冷門嘅地方，例如喺香港有個邊境嘅地方，有間藍屋嘅地方嘅。咁呢啲咧係好稀有嘅地方，咁呢啲咧就更加容易咧係冇乜人有。咁於是乎咧，當你要揾啲稀有行山路線啦、邊境行山路線啦，咁就會去揾到咧呢啲嘅視頻出嚟。咁突然之間就跳到咧2000幾個流量嘅。咁呢啲咧就係社交媒體佢背後嗰個運轉嘅 algorithm， 越多嘅轉發，越多嘅點讚，越多嘅留言，當然係正面嘅啦。咁個流量就會越高，越多推送嘅，因為咧係以配對轉發過嘅人、like 過嘅人、留言過嘅人，佢哋嘅朋友圈咧都會同樣見得到。咁所以咧，佢就係一個叫做社交工具。當然背後一定係大數據 AI 咧喺度支撐緊嘅。咁所以咧，而家係稀有地點、稀有嘅打卡位，呢啲咧係特別明顯嘅。咁呢一個視頻咧，最主要嘅核心咧，其實唔係想講呢一樣嘢。咁係咧，係我哋使用呢一個社交媒體嘅時候咧，同時要注意風險嘅所在。因為今日我哋成日聽到一樣嘢叫做上癮行為，係咪上社交媒體已經有一部分嘅人出現咗上癮行為，如同打機一樣？其實好主要咧就嚟自多媒體啦。同埋咧，我哋見到好多嘅顏色係被設計好晒，係最能夠刺激咧我哋嘅多巴胺，即係令到人咧感覺到 high 嘅，好有 feel 嘅。咁咧呢個就係容易導致令人上癮嘅核心所在，就係多巴胺呢一樣嘢。因為通過刺激快感而來，其中一個咧我哋好容易咧係測量到嘅就係咧，以往我哋讀書嘅時候咧，可能咧10小時不斷睇金庸小說都冇問題，可能降到咧6小時、3小時，咁咧不斷咁去減少個時間嘅。呢個就係因為我哋集中精神嘅時間已經越嚟越少。咁其實咧就係因為我哋受到多巴胺嘅刺激越嚟越多，結果咧我哋需要更加多嘅多巴胺刺激。平時咧我哋集中精神嘅時候更加覺得苦悶，情緒更加覺得唔好，就係呢個原因咧導致咗咧我哋一定要更加多嘅多巴胺刺激，反而另一邊咧就集中精神嘅時間就變咗越嚟越少。咁要克服呢樣嘢咧，就需要大量劇烈嘅運動，係非常之多嘅劇烈運動。因為多巴胺嘅失衡咧，係可以通過後來劇烈嘅運動咧調整翻嘅。而呢一個咧係講緊持續數月。譬如我哋去旅行，突然之間我哋唔帶手機，我哋做激烈嘅運動，又係好長時間唔用手機，唔睇呢啲嘅多媒體嘅視覺刺激，咁樣慢慢我哋係可以咧恢復翻正常。咁呢個就係咧，當我哋嘅使用呢啲個人媒體去到作為推廣工具，已經係唔可以唔用，而同時之間咧，我哋要注意自己嘅風險啦。